民党选举会成员的名单有入去布困期，台南市前议长李全教等人引起党内不满的声音。布困期点名讲，还有伊应该表态参选2024年的总统，并且接管选举会，因过好友谊拢无正面的回应。伊敢若讲，大家人拢有家己的角色，应该讲的代志就会讲，应该做的代志就会做。台南市前议员谢良介这时阵讲，好友谊一路行来，承担的比党高中的要搁较济，佮讲选举会毋是必要的单位。请动图。来到三重埔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参加公有拖吊场动土典礼。不过，国民党立委莫公基直接点名侯友宜，叫已经站出来选总统，嘛进来接管选举会。大家的不一样的意见，我都可以尊重。面对所有的事情，该说的话我都会说，该做的事我都会做。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角色。不管安怎问，还有基隆4两8千金，敢若担头微微笑。台南市前议员谢良介大甲侯友宜说圆一个。选策会不是必要的单位。侯友宜，我认识他好几年了，他一路都在承担的比党交付的只会多没有少。不过侯友宜昨和你伫咧面前开炮，讲乌金袂当搁定当来坐，洪继续做是不满布困期，洪立去选举会名单。面对黑金的议题，我相信这是普世价值，尤其身为从警政出身的，不忘初心，面对黑金，我们一定要不但严峻纪节。侯友宜嘛，伫咧昨敲电话给朱立伦超5分钟，传出是伫咧这期选举会名单，哪有这么多争议声援？作为意见的沟通，其实我们两个都有一致性的想法，面对黑金，绝对不可能舞弊。我跟侯市长的共识都很清楚，我们都是坚定的反对黑金。对于外界的意见，我们都听到了，我们也在调整。朱立伦嘛强调，选举会只是幕僚单位，国议权伫咧提名委员会，是个邀请重视少年人意见的讨人，含重要县市首长加入，也毋过也未提名，党内就因为选举会名单伫咧无欢喜，2024大选的气势，恐惊嘛已经先输一大截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